你讲吼，下摆无落平的久啦，早晚吼，伊我若死啊真歹看。恁敢知影？我会甲莎莎去送袂合，拢是伊咧甲我使弄。唉，莎莎去送，已经上报行政长官，想要甲我调转去日本。你要转日本啊？我根本都无想要转去日本。我教伊台湾是我第二个故乡。不过，莎莎机场的命令，你敢会免无听？人行一步，钱行坏路，一人一步，一枝草一点路。我原来无遐尼简单。你意思是讲你来拼，要死啊？无啦，我有敲电报转去日本，互军部的东河大将讲这件代志。东河大将，伊上听我，上了解我，我相信伊一定会支持我。你讲的这个东河大将，真是会甲你斗相共，你继续留喺度。无毋对。哎，那想袂到恁日本咧做官，也著还佫人事背景。恁中国人嘛，还佫有一句话：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朝中有人好做官，敢毋是咧？这吼，行到倒位拢共款。对啦，来，干拜，来，砍拜，祝咱宏图大展，前途无量，砍拜。规个岁仔拢对我咧受苦，我实是真对不住阮阿娘。明珠，还佫有兄妹。我无做歹代志，要甲两个相杀，别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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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梁柱，金花，金花，金花！是讲，我得去找3年呢。从细汉，我就无做过这种傻事，这做官的，我做艰苦的啦。梁柱。我实在足对不住你。为啥？这是我心内话。我想过自私啊。对我，拄好我已经想真济啊。这段日子。我太冷淡你啊！为了我甲你理想咧做代志，我实在足自私的，害着咱规个伙仔都受苦。即摆你想通我心，你别忘我啊！阿娘常常咧甲我笑，讲我是爱着较惨死。我哪会原谅你？我是要安怎原你呢？只要你好，以后莫会甲骂我三八的，骂我小查某，我就心满意足啊。梁柱，梁柱，从今以后，我会好好疼惜你，袂让你受苦啊。奇怪，
我真正需要你，我袂当无你。你是我免做出来人的，你是我一个人的。我是你，我嘛袂当无你。奇怪，我的这句话，我的心，我嘛心甘情愿。明珠，情愿。明珠，我爱你。情愿，咱两人熟识2年，结婚8年，头一摆，我听到你对我讲一句话。真正爱你。情愿，我可是真正爱你。明珠，情愿。小小奶奶，阿春啊，啊无恁就较委屈的困咧涂骹啦，吼。啊好，多谢。袂啦，老太太，啊无我咧困茶房的，啊恁若有代志才甲我话一下，吼。哦，小妹啊，阿妈，你敢我困？阿妈莫啦，你安尼歹困啊。哎呀，这个时阵你有啥物好困歹困？来，不要紧。小小奶奶，阿夫人是好意啦，你就去甲伊客者，叫我家己困就好啊啦。你是蒋家的好顺媳妇，我一定要叫志远甲明珠，甲你生一个翁婿，袂互你一世人做单落妹。集合，不能说。一起，你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到，你过来，嗨，你连画什么？不画一遍我听看嘛嘞。到，什么？你若在告白，我就叫你做告白。你电我先来，你搞我去。各位，三三机场有交代，今仔日要叫2位新来做特别操，了解没？嘿，出来，嘿，调。恁2个做水镜调，一摆的，准备，准备，开始。我也讲嘛，我真买落呀，我给我吐回。你姑诶，你连细细念这念啥？啊！去说，我再来一。你不捌代志，但是你的所在，请多多包涵，阮一定对你真忠心。姚天明，嘿，自我捌你到今仔日，你今仔日讲这的话，我听了上介意。好，为了表示互恁2个对我的尊重，恁2个大声话，我讲保证大人万载万万载，会晓无？来，开始。姚天明，你拄则所讲的话，拢讲心酸的。保证大人万载。来，较大声的，较有气氛的，参照安尼话，保证大人万载万万载，安尼会晓无？来，开始。
大营，万岁！万万岁！保驾大营，万岁！万万岁！保证，你莎莎其实，我是叫你来干训练，是安怎你来叫因伫咧喊你万岁？莎莎其实，啊是因两个要陷害我啦，因两个算计是咧捧你的着，是安怎讲会讲捧来？我是叫因喊讲天皇万岁！万万岁！啊，伊咧讲保证万岁万万岁，迄毋是咧陷害我，无是啥啦。安尼讲起来，毋说我伫咧玩弄。哎呦，我唔敢安尼啦，我唔敢安尼啦。我对你吼，甲天皇吼，真忠哦，甲死我拢无怨叹啊，我哪会敢安尼做？报告莎莎机长，保证毋是军人出身的，后摆训练敬畏的代志，全交代我处理就用。听候人事命令定案了，才搁再讲。聊天点面句的，系，我要来去电讲，恁两人甲我做阵来去。莎莎机长，这唔通，安尼危险啦！万一保证，聊天顶甲面句的，已经归顺咱大日本帝国，对天皇真忠义的，你唔通乌白中伤啦！报告莎莎机长，我毋是咧中伤。杨去！恁两个到底是安怎？见面就安尼答？哼！拢总对我行！系。因这四个人，今仔日其中任何一个，若有法度能够伤着我，我会当当优秀。这只老狐狸，过去叫我来看伊练功，我来较随意。这数啊，只不过是倒紧，也袂来啊。点，继续看。看，叫你较细心就对啊。哎呦，莎莎记者，你有影是武功盖世英雄啊！哎，少的哦，会哦。哎呦，莎莎记者，你有够厉害咧！
我为你做牛做马做到白，我都甘愿啦。莎莎去啥？你会用你讲是世界第一等呢？嘿，凭我心愿，我严啊苦志败在你这个狗奴才手头，实在真唔甘愿。廖添丁，嘿，听讲你的功夫也袂歹，我应该找一寡时间啦，来教你比一条舞。唔敢，小个甲莎莎机人比起来，就亲像关公面前的人大刀。廖添丁，你实是也真客气，也毋过我一定会找一个机会教你比。报告莎莎机长，小个已经甲你比过啊，小个毋是对手，甘拜下风。为今仔开始，小个一定下性命为你效劳。真好，真好！廖添丁，只要你若好好做，你会前途无量。嗨！我就讲找廖丁丁来看我练功，伊既然连喜爱着你，廖添丁，确实毋是简单的任务，我是在想一个办法来甲试看。大爷，我是真佩服你。你咧讲巴结的话啊，你一点仔面拢袂红呢。你会当甲伊电话生活去结拜。你电脑较无网啊你？对，大爷，迄莎莎去吼，功夫真厉害呢。我看即摆真歹落手哦。既然安尼决定，就一定要做个成功才行。对啦，决定要做吼，拼嘛爱拼。不过大爷，你莫想遐撇步咧啦。迄莎莎去吼，毋是简单的人物，莫讲即马要磕着伊身躯啊，要接近伊哦，都无可能咧。好啦，你较早困。好啦，我先困啦。你较早困咧，大爷。哎呀！哦。
大啊，哪会爱困啊？家己安尼搁徛4点卫兵来，困袂去啊。是想过配包了烦恼着。这嘛是阮啉钱，主要嘛是你烦恼志愿的人阿某，是毋是就安尼互你爱清散？你直接甲救出来就好啊。你讲遐简单哦。即摆上重要的，来得到沙沙去的信任。若是有啥物差错，前一阵仔所做的，拢白了工啊。大啊，叫亚马库基啊，甲放出来好啊。有啊。对哦。你讲啊，你去找亚马过去，找伊开讲。我是要甲伊讲啥？就讲你困袂去，甲伊开讲，啉酒是哪替我按摩？你今仔是咧中央新华值班，咱都要来找伊做替死鬼。嘿，安尼好无？不是大姐，不是大姐，歹势，你吵起来，你伫困哦。廖天丁，我哪有伫咧困啊？我也伫咧当班咧哈，我也伫咧想代志啦。嘿，廖天丁啊，你安尼鬼祟祟，你是要创啥哈？我知吼，你安尼吼插头插面，想要做贼对无？不是啦，我讲大姐，我吼是真歹巴肚啦，啊，拄想要落屎，起码吼得找便所啦。你别来骗我！我讲大姐，啊吼，我对这甲你哭落来。进去啊！啊，两种，不讲大姐。恁爸找空找芳啊，也要互你死甲歹看着你。我这把气我哪会消？什么人？亚马库基上，你过来啦。入来。来，遮坐。你找我什么代志？无啦，我都困袂去啦，找你开讲者。你请我遐尔侪届啊吼，我总是爱回请者。对啊，啊你有送嘞？阮大啊，会去县区啦，踮咧就看看。烦啦，我喜欢我回啦，我喜欢我回啦。是我，是你。这无良心的，害我落屎，做歹朋友你糟糕，你过来遐做啥？没做。我无朋友，我不管我啦。算啊，你明我，以后才袂啦，今晚无时间啦，我先来救你，紧走。我需要，从今时刻，厝内朋友，厝内祖先，我无需要你来救。我无需要欠你这份情，今晚。你吼，一直想要甲我骗出去，我开去让竞赛，是写什么？这死无用心的，害我当赛，做歹朋友，做你变得糟糕，你别去想你不是人啊你！我知你看到我，一定会骂我，但是请你相信我，我是真心的，我是要来救你的。好啦，别在我面头前假神假胆，你真糟糕！我哪无想要见到你，走啦！你走，当作咱两个熟识，你嘛做伙拼生死过。你欠你路，我过我的桥，从今以后，田无够，水无流，今晚。啊，不是臭人是，白见笑的糟糕！我哪怪什么？我怪你，走啦！白见笑的人。我知啦，我这么讲啥，你拢袂相信啊？
死卡，即摆就将钱摕去，一下拍死。紧对我走。走。我讲保证大人，聊天顶无伫咧便所。你拄则就甲我讲要变数咧，你敢要装小的？保证大人，害啊啦！你才害啊啦！大人啊，强招引我走去啊啦！啊！你这走去啊！你外口过哟，我入来看卖咧。嗨！八戒啊，路聊天顶。做位红走，紧，这，来多万岁啊！紧等去，千万莫等他抢吧。这是今晚的工作，我们紧走，紧走啊！出什么代志？杨马贵子，我来去看卖。对，杨马贵子，真歹势，想我来。外口是出什么代志？点！你消袂去啊？哦，保证。亚麻科技啥？聊天顶结走犯人哦。不再来，这嘛有可能，我人伫遮，哪有可能去劫夹咧？对啊，你唔通玩弄好人呢？聊天顶，莫来这套，行，保证。你实在是真乱来哦！伊亚麻科技啥？聊天顶已经归顺咱大日本政府，哪有可能去劫犯人？伊查清也唔改呢，八戒咯！伊拄则明明伫遮教我啉烧酒，哪有可能去劫人员啊？你出去！保证代志，今仔是你值班，犯人为你抢人走去，你颠倒落去聊天顶遮来，伊到底是存什么心啊？嘿，亚麻科技啥？这件代志，等明仔早起，互查查警察来处理。你出去！叫你出去，你是无听到心。聊天顶，你害我，啊好，大家小赌会着。保证！嗨，你搁出来要创啥？嗨，呀，嗨！什么科技啥？阿咧度？保证想空想方要害恁，恁来较细致咧，唔能够徛空，听啦无？对恁真不利。我嚟细致。廖三，系，你拄则去洗身躯，哪会洗遐久啊？哦，我著身躯洗好，煞临时临夜腹肚疼，去便所来回走4、5遍，才会较晏到。啊，大爱，原来你是走去便所，我是讲你哪晚来咧？莫怪哦，莫怪你拄则入来的时阵，面色遐歹看。廖三，这草药丸啊，交两粒，真的。来度？讲阿里亚多的啦，应该是我。我会搁照重你的力量，替台湾百姓服务，敢毋是？廖天丁，我一摆放目互你过，是无希望失去一个替阮大日本帝国效劳的人才。奇怪，聊天你唔是叫咱慢转来？错来叫你走。啊，万一咱入去，还是叫人跳，唔是看死惨啦！叫阮，叫。
小啊，阿娘，是我，阿娘，是我不好，那代志你到这走，请你原谅我。我回来就好，会当平安无代志上大事。吃一路药，你快来面，快紧，快紧。阿娘，哇，你哪会当出来？是廖甜甜叫阮出来。廖甜甜，这边哪有可能？已经做日本仔的走狗啊！真是的啦，昨暝是廖天天叫阮出来，伊搁交代讲叫阮这暝莫回来。我甲试完伫外口等几暝，他都看到莎莎机上出去，阮才敢回来。廖甜甜，无可能啊！阿娘，即马先莫讲这，先离开这好无？行啦，行啦，行啦！即摆吼已经做莎莎机上的使用啦，那是要走去倒位啦？阿娘，叫恁赶紧离开这，总是有办法的啊！啊，行，行啦，行啦！袂用去啦，若要带恁走，赶紧，你走去外地，弄好，千万唔通回来，吼！袂用啦，我要通帮你去吃，你若唔走，我嘛无会走啦。爹爹，恁紧走啦，我来照顾阿嬷就好啦。袂用的，我要做一个不好囝。哦，来紧去啊！啦，即摆唔通讲笑，你爱赶紧离开乡下才有希望。这间厝是你阿公放落来，我会上回吃，也若无我无迄个面子，我记祖公祖妈。阿娘，即摆这间厝已经叫日本仔占去啊，你搁守伫遮，敢有啥物路用心？我就是要在遮，目睭紧紧看日本仔，过会当摇摆偌久？阿娘，阿娘，你听听阿妈的话，恁紧离开啦，紧啊，紧离开。阿娘，阿娘，是的啦，用话。吴姐，嗨，你敢确定你阿妈骨折？俺无聊添顶的急走人寰，啥去啥？千真万确的代志啦。骨折，礼拜，啥去啥？拜个呀咯！你敢违反天皇？天来！报告三大气上，我无，我对天皇一直真忠。你按无聊天天来急走人员，你也搁讲对天皇真忠。三大气上，我无。咦？你也要搁讲别惨的？三大气上，昨暝我确实甲廖天顶甲美姑咧啉烧酒，伊无叫咱入犯，我会用你证明。八个呀咯！哼！我甲廖天顶、美姑人做阵啉烧酒，伊是啥物款身份？你是啥物款身份？你头壳拍带去啊！莎莎先生，带人爱带心，较早你毋是拢安尼教死阮的？莎莎先生，带人爱带心，较早你毋是拢安尼教死阮的？我会安尼做，完全是为着要收买廖天丁，安尼对咱大日本帝国有利。莎莎先生，保证甲廖天丁有冤仇，伊故意要陷害廖天丁。阿妈困一下，你唔通害我。我吃。嗨，你甲我点点。嗨，阿妈困一。嗨，伊若安尼连环是安怎走去？报告莎莎先生，这条问保证大人，昨暝是伊值班的。阿妈困一下，是你。阿妈困一。嗨，用保证甲关起来。嗨，保证大人，是我要掠你行，也是你要家己行。莎莎先生，我
我是好人阿妈的啦。啊，拜托你，给我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，好无？我一定将迄个万人抓回来啦！拜托啦！无啥代志，莫来这套啦，行。没，哎呀，别过去啦！你给我小拜托，你给我小拜托，我讲两句话啦。三大警察，我对天龙眼是忠心的，我甲你磕头啦，我甲你磕头啦，好无？我拜托你，我已经将这个犯人抓回来啦，好无？嗨，你敢真是遐尼要把？哎呦，100%，100%。老实，安尼我就分你一工，将林芳甲我抓倒，也若是，我就令你说清不掉。啊！无啥代志，安怎？无法度心？一定啦！也哪能进去？伊将万人甲抓倒来。嗨！嗨！你家己要注意你是身份。廖天丁毕竟是一个台湾人，伊是二等国民，伊无资格通去甲咱徛平等。嗨！也阁有，我对廖天丁，因对咱大日本帝国的效命，我感觉也阁有问题。所以啊，你爱注意，唔通去中着伊的价值。嗨！你两个等下，我过来。你甲我记下哈，我若无请恁食政治吼，我就是我囝。二路，嗨，你中队集合，跟我斗阵来抢甲掠人。嗨。你哪会记得？走路远路哦，千万唔通转来，知无？阿娘，老公，都要甲生一个金孙，唔通互我在生无顺通报，也嘛唔通害兄妹，一世人做伴拢袂，知无？好，赶紧来，紧走！我惊袂。安怎？老太太，顾少爷吼，佮带一大队的这个警察，甲咱这拢包围起来。包围起来？嘿啦。二路，嗨，入去将强子的人某抓出来，嗨！紧走啦！阿娘，袂，放你去这，我袂安心啦。哎呀，你若无走，我才袂安心呢。紧的啦！阿娘，哎呀，快紧来，紧走啦！阿娘，袂。你若走，我死互你看！阿娘，警察来了！我啦！老李，今摆要安怎啦？紧来！阿娘，什么嘢你什么？快紧，别别进来！公公。喂，同居人啊我嘞！我唔知啊。我看到啊！我讲，我敢问你一届，强子湾人啊某嘞？唔是互你掠去啊！我讲你是无想要活哟？我伫我活这世间吼，已经无意思啊！你都无去大厅？大厅，出去！报告，我这来找无工具的人阿某。哦。啊，强子湾人阿某嘞？报告无这代志，找无。
姊啊，姊啊，我是恁小弟啊，在叫你咧。呸！啊？你唔通敬酒唔食要食罚酒哦！我是伫带念家地之情咧，啊那无我一枪落你死！姑公，你唔通安尼啦！莫安尼啦！恁三个莫遐尔戆啊啦！这只狗有啥物通贵咧？阿妈，你唔通安尼啦！你安尼害着你家己呢，咱哦还是求姑公合拖动啦。拖动，世上拖动，四个人做鬼吼，来甲你理啊！你唔通了解我唔敢开枪咧哈！你。阿娘，媳妇，你莫去大条啦。阿哥，多你请假。阿姑姑安那生日，后袂太家己阿姊啊。阿哥，我姊官，咱听阿娘话，较紧离开这。姊官，阿娘讲了无唔对，你是咱乡下唯一的希望，千万莫对我乡下的乡会啦，咱较紧走好无？今日我拜托你，咱紧走啦，行啦。是啊，我安尼有嘴讲甲无烂，我是咧带念家地之情，你知唔？莫搁伫咧啊啦！你知影我是冒着这个性命的危险，伫咧暗护你呢？这莎莎去知影哦，天也知哦，地也知哦。我安尼做是对你今咱死去的爸母呢，你唔通食老田老饭店啦！讲啦，这番甲民主伫倒啦？啊！啊！我跟你讲，恁少爷、恁少奶奶伫倒？啊！你若唔讲，我就你死！你要拍是拍我，拍你拍。这样，你来啊，开枪啊！做你开枪啊，来啊！老太太嘛。好啊啦，你再拢免安尼甲我叫咧啦，我规日死了，较快我啦，来啊！你别去死啦，别去死啦！咱想要死，我来去死哦。兄妹，卖啰嗦啦！你只要将强姊妹阿某叫出来，安尼就好啊！啊，我爹看我娘就无对，你是要我哪做甲讲出来啦？你伫咧干要骗笑的哈？全真德府城我拢封锁掉后，伊插翅就飞无落啊！你一定知影藏伫啥物所在？你讲。我真正唔知啊！姑公，看怎讲，我爹甲阿娘嘛是咧树人呢，我就拜托你放伊煞啦，你放。啊！我放伊煞，啊我要安怎样啊？那你让我去好啊！你让我去，我随在你要煞，我都无办法。这你讲的哦。